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係需要有對自己有一份把握，嗰個把握係乜嘢咧？係可以控制到自己想做啲乜嘢，唔想做啲乜嘢，有一個自我控制嘅能力嘅。咁呢個係每一個人必須嘅，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當我哋有自己掌控自己嘅能力嘅時候，究竟如何掌控自己呢？有一啲人呢，可能掌控自己呢，就會去選擇其中兩樣嘢啦。有啲人就選擇，我善良對人好。其中第二個大範圍嘅咧，就係選擇，我淨係為自己嘅啫，但係咧就對別人咧表面好啦，唔係真心對人咧就唔需要俾人知嘅。其實我哋人生在世咧，有好多時咧，見到有一啲人，佢交遊廣闊啦，人緣好好啦，表面上又好善良啊，好識關心人啊，其實佢裏邊內在係咪真係一個好人咧？未必嘅。你又會見到有一類人咧，佢好少朋友嘅啫，佢又唔中意交際嘅，又唔中意埋堆嘅，但係往往呢一啲人咧，佢係有篩選嘅，佢覺得值得嘅人，佢先至會去同佢有一個關係，例如朋友關係啊，或者其他嘅情人關係啊，甚至乎係親人嘅關係。我呢一個講述咧，其實係講緊個主題咧，係奪回自己啊！我哋其實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咩奪回自己啊？所有嘅人生出嚟係人都識對自己好噶啦，係人都為自己噶啦。咩？你講咩啫？咩奪回自己啫？其實係唔知我想講咩嘅，但係請大家繼續聽我講埋落去，究竟我想講乜嘢？有時有好多人佢唔識愛錫自己啊，例如譬如話佢肚餓，佢唔需要食飯。或者佢做一個好人，去對人好，但係咧對咗啲利用佢嘅人好喎，咁變咗佢嘅善良咧就變成垃圾啦，俾人當咗垃圾啦。咁其實你同佢講你對自己好啦，你愛錫自己啦，保護自己啦，如果唔係經常受傷害嗰個就係你噶啦。其實佢聽過好多呢啲嘅勸喻噶啦，但係無論如何，最後咧，其實佢都係做唔到人哋勸佢嘅嘢嘅，因為最重要嘅係乜嘢咧？係權啊！佢
有啲人係攞唔返一個嘅掌控權咧，認為自己係有權利咧去對自己好嘅。所以你無論有幾多人有講，無論對佢講幾多次，勸喻佢幾多次，你愛錫自己啦，你保護自己啦，你唔好俾人利用啦，對佢嚟講冇用嘅，幫唔到佢嘅，因為佢需要嘅係掌控權啊！佢認為佢自己佢嘅人生被訓練出喺佢嘅潛意識同埋喺佢嘅表面意識裏邊，佢都係認為佢自己係冇權利去掌控返自己嘅人生，冇權利去保護自己，冇權利去愛錫自己，冇權利去拒絕人，因為佢冇奪回自己啊，佢冇攞返對自己人生嘅一個掌控權啊，認為自己係有權利啊。有啲人佢唔知噶，其實佢都唔知道自己有啲咩問題啊。佢盡量愛錫自己，但係佢到最後都係不斷被人傷害。其實佢揾唔到嗰個原因，究竟問題出現喺邊度？個問題就係出現喺佢冇奪回自己啊，係對自己嘅掌控權啊、權利啊。有好多人其實佢會選擇對人好，佢知道可以啊嘛，我有權對人好，但係相反講到自己咧，其實佢唔會覺得有權對自己好嘅，所以掌控權好緊要。所以我哋呢一個嘅今次我呢條片所講嘅重點，我再講多次，奪回自己嘅掌控權。大家努力啊！生活真係唔容易。